今天是2025年4月29日，星期二。美股大盘经过4月份的冲击，又回到了3月31日的价位，所以这2天的走势就会相当重要，为中长期做出选择。加拿大的自由党竞选人卡尼胜出，加币几乎没有任何的波动，在外汇市场没有反应就是好反应，这说明资本市场对卡尼还是相当认可。本周的基础面看点就是明天的 GDP 和小非农，再有就是周五的大非农。只要白宫不飞出幺蛾子，那么这几个数据从预期的悲观数据推测，将会为资本市场注入些信心。本频道的观点不变，长线交易者请继续持有，中短线交易者还需等待。谢谢收看，明天见。